迦密梁醒德學校創校於1979年，到而家有46年嘅歷史啦。學校有關愛校園之稱，連續17年獲頒發關愛校園嘅榮譽，表示學校對學生嘅栽培同埋全人照顧係十分之重視。學校嘅教育信念係信望愛，我哋相信每個小朋友佢嘅生命都係有價值，都可以學習，都值得尊重。我哋會為新來港學童提供功課輔導班，希望佢哋盡快跟上學習進度。學校都開學咗幾個月啦，咁你哋而家生活成點啊？適應成點？講埋先啦，你。學校輔導班又可以完成你哋功課。然後咧，記住張圖嘅內容，我就考你哋有個計算器喎。我哋每一年咧都會舉辦一啲嘅適應小組啦，同埋唔同嘅適應嘅活動喎。咁亦都會邀請咧大哥哥、大姐姐陪伴我哋嘅插班生咧一齊玩喎。咁令到佢哋咧都可以感受到校園快樂嘅氣氛啦，亦都讓佢哋咧盡快感受到自己係迦密人嘅一份子，可以咧盡快投入到校園嘅生活。